你，我係 M 仔啊。嗱，球會今日咧，2026年6月4號就正式公布咗伊拉奧拿咧就接任成為我哋新嘅領隊啦。如同之前坊間所料咧，咁伊拉奧拿就會係我哋嘅新教頭，合約就簽2年嘅。咁今日球會都喺佢自己 OS Video 嗰度 upload 咗佢一個 first 嘅 interview，咁有10分鐘，除咗講球會你有咩感覺啊？利物浦中唔中意啊？你覺得呢個地方點啊？噼里卡啦呢一啲比較行嘅説話之外呢，咁特別留意到佢有提及到喺世界盃呢個時候，佢喺 pre-season 之前啱啱好6、7月交界。呢個時間就已經係咗球會，咁呢段時間佢就會去了解一下啲外借嘅球員同埋一啲青訓嘅球員。咁呢個管理層即係痛定思痛啊，定係作為一個補償嘅性質？因為我哋之前都見到 Steven Gerrard 就係特佢有對於球會有啲講法，就係話阿 Slot 對於青訓嗰方面嘅培育係冇咁重視。我哋已經好少見到 Scouser 嘅本土球員。咁而史諾上一屆領隊上一任嘅head coach 佢就俾人詬病話佢唔理 U 隊嘅，淨係當佢炮灰嘅啫。咁所以今次伊拉奧拿一嚟就話俾大家聽佢會重視青訓成員嘅。咁呢一樣嘢就大家最強心針。尤其是我哋都會見到佢之前喺班尼茅夫喺俾人哋每年都拆骨嘅情況底下，可以利用一啲新嘅球員啦，一啲年輕嘅球員，用佢哋嘅動力啦，motivate 佢哋，咁令到般尼茅夫可以每次都更上一層樓，由12到9位到英超排第6，咁配合埋管理層呢1、2、3年好中意買啲17、18歲嘅年輕球員翻嚟呢。咁相信伊拉奧拿喺呢2年嘅任期入面都會幾配合到佢嘅特質。咁我哋之前好中意嘅重金屬中球，今次伊拉奧拿嘅戰術方針都應該會同高普時代嘅時候比較容易啲銜接到。咁其實之前 Slot 都係1年半載，咁所以有啲年資比較深啲，譬如話係麥卡利士打啊、Szoboszlai 啊、Gravenberch 啊，佢哋係知道個流。上任 head coach 相信球會喺未來嘅一季啦，都會已經有好顯著嘅唔同啦。咁球會嘅成績亦都期望可以好穩咁樣入翻去頭4啊。同埋我對2年之內會有一啲錦標，包括可能 FA 級啊，或者歐聯入到8強，我都會比較大嘅信心。咁另外球會呢個夏天都會枕住公布之前球迷投票嘅100位重要名宿。咁今日呢，我哋就講下第91位到89位呢3位。咁首先91位會有一個近代少少嘅，大家都會可能仲記得嘅名宿，就係 Danny Murphy 丹尼梅菲。咁佢喺1997年至2004年上陣咗249次，入咗44球，咁就攞咗2屆嘅聯賽杯、1屆嘅足總杯，咁同埋1屆嘅歐霸，仲有1屆嘅歐洲超級杯。咁佢呢係當時嘅曼聯雖然好勁啦，我哋嘅死敵曼聯係好勁嘅，咁但係佢效力紅軍嘅7年期間呢，曾經係3次呢都係攻入咗以1-0勝局贏嘅致勝球。咁第一次就係個絕殺嘅 free kick 開啟咗對曼聯嘅連勝紀錄啦。咁第二次呢，就係之後嘅一季喺作客嘅時候絕殺對手，而第三次呢，都係絕殺嘅，就係2003年至04年嘅賽季呢。咁有個 penalty 再次完成咗1-0嘅客場絕殺。咁同時啦，佢加盟咗之後，適應咗2年之後呢，喺侯利亞執教之後就成為咗主力啦，可以兼任左右中場啦。咁同埋佢亦都係一個我哋當時攞咗3冠嘅功臣嚟嘅。喺2000年到2001年嗰陣時嘅3冠王嘅賽季呢，佢全季63場入面出咗47場，貢獻咗10個入球㗎。咁去到2004年啦，因為教練團換人啦，咁所以佢都隨即咧就轉會咗去查爾頓。咁第90位就會係 David Johnson。咁呢一位咧，
或者大家冇乜印象，但係如果睇相咧，相信都會見過佢，你未必認得嘅啫。咁 David Johnson 就係1976年至1982年為利物浦咧上陣咗213次，攻入咗78球。佢嘅榮譽係非常之厲害嘅，係4屆嘅英甲、3屆嘅歐冠、1屆嘅歐洲超級杯同埋2屆嘅聯賽杯。咁原來佢本身細細個就係利物浦嘅球迷嚟嘅，咁啊 Bill Shankly 咧就已經係好中意佢，但係咧佢雖然係利物浦球迷唔係，但係佢當時嘅母會咧就係愛華頓，所以佢係唔會，愛華頓就唔肯將佢哋直接簽俾我哋，隔離街都唔肯嗱，即係嗰陣時嘅牙齒人已經喺度，就已經咁深。咁去到1976年嘅夏天咧。Bob Paisley 咧就打破球會嘅轉會紀錄，就成功係將佢由葉士域治簽翻過嚟，將佢帶翻嚟去利物浦市嗰度。咁呢一位 Scouser 嘅前鋒咧，係利物浦頂峰時期嘅穩定得分王嚟。咁啊，佢喺1979年至1980年嘅時候咧，迎接佢個人嘅巔峰，喺各項賽事咧攻入咗27球，其中咧聯賽有21球，幫助球會咧攞咗好多嘅錦標。咁雖然1977年同埋1978年咧，其實佢都冇辦法正式投身喺個決賽度，因為佢唔係喺 Branch 就係受咗傷。但係1981年咧，佢係正選打足全場喺巴黎對戰皇家馬德里嘅時候贏咗佢，咁就獲得咗嗰陣時第3次佢正式上陣嘅歐聯冠軍。咁啊，後嚟隨住 Ian Rush 嘅崛起啦，佢喺1982年咧又翻返去愛華頓喎，咁就帶住咗10個重大嘅榮譽咧，就告別紅軍，就翻返去佢嘅母會。第位，89位咧會係一位就係百幾年前嘅名宿啦，叫做 Parkinson。Jack Parkinson，咁佢效力嘅年期咧係1903年至1914年，上任咗219次，攻入咗128球。佢攞咗1屆嘅英乙，1屆嘅英甲，就喺1904-05年攞咗英乙啦，然後升班，再1905至06年攞咗埋頂級聯賽冠軍。佢喺 Bolton 嗰度出世，呢個前鋒咧有好強嘅入球嘅直覺同埋爆發力，其中有80個入球咧都係 Anfield 嘅主場射入去。咁佢嘅效率係非常之驚人嘅，平均1.7場就已經可以入到一球。呢個效率其實係比我哋好多後世嘅名宿更加犀利，即係呢個效率係高過 Roger Hunt，高過 Ian Rush，高過Billy Landis 呢啲後世嘅傳奇。咁佢有好多賽季嘅高光時刻嘅，譬如喺1904-05年啦，幫球隊攞咗個英乙冠軍啦，咁然後就可以升班啦。咁喺嗰一季嘅時候咧，聯賽加埋杯賽係23場入咗21球。咁1909-10年咧，就喺31場入面，佢攻入咗30個聯賽入球，即係基本上平均嚟講每場都有入波咁滯。1905-06年咧，雖然佢除大部分賽事都因為傷患而冇得出席啦，但係喺季尾回歸8場入面攻入7球，就幫球隊穩定咗個確定佢贏到嗰個英甲冠軍。咁佢嘅風格咧係俾球會喺個場刊嗰個盛讚佢係球商極高啦，好叻傳球啦，同埋以精準嘅射門，唔係話門將，而唔係單單靠華力嘅。所以喺嗰個年代足球初創期嘅時候，佢係一個非常之食腦嘅球員。佢嘅歷史地位係非常之高嘅，因為咧佢係除咗 Sam Rayburn，我相信呢位名宿之後會提及嘅，佢係利物浦史上第2個射入100球以上嘅球員。咁佢係1914年咧就轉投咗 Bury，到而家都係紅軍歷史射手榜嘅第12位。咁啊，呢啲資料全部都係來自官方嘅 IG，其實我諗住呢個星期都應該係會枕住喺 Instagram 嗰度出緊 post，一日出2-3個咁樣。咁啊，有時間我會同大家聲音導航啦，或者你哋自己睇下都好。咁同時我都好呼籲大家，如果對球會嘅各項大小事務有興趣嘅，可以課金支持官方嘅Always Video 啦，因為無論係伊拉奧拿嘅 interview 啦，或者係球隊好多嘅內內外外嘅事，咁 Always Video 都會有一睇。尤其是今年嘅 Pre-season 緊接於世界盃之後，好多賽事其實未必有地方播，但係 Always Video 就有得播。
我冇記錯，而家仲可以有第一個月嘅免費，咁所以完咗世界盃之後，各位球迷要把握個機會啊！第一個月唔使錢，攞嚟睇 pre-season 就啱啱好噶啦。咁啊，M 仔今日講到呢度，咁啊，聽日再見，後日再見，有時間再見啦，拜拜。sorry，CLSS 啊，記得啊，記得啊，都係等緊大家嘅 comment，睇下點樣可以做得好啲。咁啊，再同大家見啦，拜拜。